保护特别长种的动物，台中的太平甲雾峰有19个农友加入守护抓龟的行列，友善农地面积有17公顷，这么多。 野生动物保育协会林文良甲大家说明有关抓龟生态保育的相关知识，因为过去过度干猎才得破坏，如今是台湾特别绝种的动物。族群有在成长的趋势，那当然这只是一个成长阶段，未来还是需要靠我们保育机关跟我们在地的农民。抓龟生活伫咧低海拔的看秀南和农地附近，所以太平雾峰等等真个所在开始推动计划。 以友善经营为核心，到达生态顺修行动，拢总有19位农友加入行列，友善面积达到17公顷。毛社区家己做抓龟顺修队，把栖地来扩大这个是我们未来想要努力的方向。 因做友善车地，和抓龟不要紧绝种，鼓励农友和社区的人甲丰富生态找到回来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